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》Podcast， 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日咱要讲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日咱要研究的词是“锁”，这个“锁”是用手底仔轻轻仔摸咧摸咧的意思，像讲。阮囝为学校转来厝的时，讲伊今仔日互先生学了，我嘛对咧真欢喜，头壳甲锁锁咧，学了伊咬。锁头壳是两个人真打猎才会有的动作，毋是凊彩人的头壳拢要互你锁，毋通乌白来。搁一种锁是爱双手配合做伙锁，像讲锁锁啊、锁圆啊、锁药丸啊即款的。锁圆仔，互我想到一句：在人锁圆地扁。即句的意思就是随在别人去敲切、安排、处置安尼。锁圆仔阁有做公亲的意思，两边的利益咧敲袂平的时，叫第三者去调解，一边退一步，互代志的圆满，就会当讲是叫第三者去锁圆仔。要讲较简省的。讲叫人去锁嘛会使。另外一款是手面有物件，要抹去另外一个物件顶头，像讲鱼仔锁盐，就是手下寡盐，平紧抹伫鱼身，通看过来要煎也要炒。若有关节酸痛，也是肢体痛痛，嘛挺好摕药水锁锁推推咧，有那加减仔有用效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缘过来哦。